自2026年2月初9，每日新安宫读经，心甘情愿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《申命记》第28章15节到68节。现代第一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28章。你若无听叹上主，恁的上帝的话，无切实遵行我今仔日所命令恁以一切的诫命甲规例，这的咒诅就要真紧临到恁。恁伫城镇、伫乡村会受咒诅，恁的篮仔甲炒面粉的盆会受咒诅，恁所生的土地出产的，以及牛仔囝、羊仔囝，拢会受咒诅，恁出恁入拢会受咒诅，因为恁做歹气杀我，上主要互恁所做的事受咒诅、扰乱、责罚，直到恁真紧完全受毁灭。上主要互瘟疫苦楚恁，伫恁入去生殖的地，甲恁消灭。上主要用气痨、热病、发炎、毒热、抗旱、火烧风、病害攻击恁，这个拢会对着恁，直到恁灭亡。恁头壳顶的天会变做重，袂落雨；骹下的地会变做铁，遐尼重。上主要互土沙粉代替雨水，落伫恁身上，直到伊甲恁消灭。上主要互恁对敌的面前刣输，恁对一条路出去攻击因，会对7条路逃走。天的万国看到恁的情形，会着惊。恁的身躯会成做空中飞鸟，甲地上走兽会食物，无人甲因赶走。上主会互恁亲像早前埃及人生疮、搁生痔疮、湿疹、癣，袂医治。上主会互恁掠狂、青面，着惊。恁伫日中昼会亲像失明的人伫黑暗中望来望去，恁做的事袂行通，常常受压迫、受抢夺，无人救恁。恁甲查某囡仔订婚，别人会甲伊做伙困，恁起厝无通住，恁在种葡萄园嘛无通食遐的果子。恁的牛伫恁的面前，互人刣死，毋过恁食袂着肉；恁的驴伫恁的面前，互人抢去，搁讨袂转来。恁的羊互人掠去，无人帮赞恁。恁的查某囝会伫恁的面前，互别组掠去。恁的目睭规日紧紧看，等因转来，毋过恁无能为力。恁的土产甲恁劳苦得到的，会互恁毋捌的民族食了了。恁会常常互人欺负、受压制，直到恁因为拄着会惊慌掠狂。上主会互恁对骹底、骹头趺、骹腿到头壳顶，捌着袂医治的毒疮。上主会将恁甲恁所设立管辖恁的王迁徙去恁甲恁的列祖毋捌的国家。伫遐，恁要服侍别个神明，是用柴甲石头做的。恁伫上主赶恁去的列国中，人会将恁当作俏谈，甲恁取笑，搁因为恁拄着的情形着惊。
恁伫远呢也真侪种子，毋过收成真少，因为草蜢来食。恁栽种搁受种葡萄园，毋过无酒通啉，无果子通挽，因为虫来食。恁全国种橄榄树，毋过无油通抹身躯，因为橄榄辣了了。恁的查某囝袂当留伫身躯边，因为因会互人掠去。恁的树木甲土地会出产，会互草蜢食了了。住伫恁中间的外族人，会愈来愈尊贵，恁会愈来愈卑微。因有通借恁，恁无通借因，因会做头管恁，恁会做尾。遮个咒诅拢会临到恁，对入恁，甲恁掠条条，直到恁灭亡。因为恁无听趁上主恁的上帝话，无守伊所命令恁的诫命甲规例。遮个咒诅会临到恁甲恁的后代，永远诚侪记号甲警戒。恁无伫逐项富裕的时，甘心乐意服侍上主恁的上帝，所以恁会做上主摕来攻击恁的对敌的奴隶，直到犹过喙焦脱体，一无所有。因会用铁的担挂伫恁的颔颈，直到恁灭亡。上主要对真远的所在兴起一国，亲像鹰鸟真紧冲落来攻击恁。迄国的话恁听无，因的人面凶介介，袂尊敬老人，袂疼惜囡仔。因会吞食恁的精生所生的，甲恁的土地出产的，直到恁灭亡。搁将恁的五谷、新酒、新油、牛仔囝甲羊仔囝食甲无剩半项，直到恁饿死。因要伫全国逐个城围困恁，直到恁所倚靠悬大搁坚固的城墙拢倒坏。因要将恁围困伫上主恁的上帝所赏赐恁全国逐个城。恁伫困逼困苦的中间，要食家己的亲生囝，就是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的后生查某囝的肉。恁中间温和有同情心的人，会冷淡对待伊的兄弟，伊所疼的某，甲剩落来的囡仔。无要将家己所食亲生囝的肉分一点仔互因，因为恁伫逐个城受对敌围困，受困逼，拢无剩半项。恁中间温和有同情心，平时毋敢脱赤脚踏涂的妇人人，会冷淡对待伊所疼的丈夫，甲伊的后生查某囝，偷偷仔食伊生落来的胎盘，甚至食家己生的儿女，因为恁伫逐个城受对敌围困，受困逼，拢无剩半项。恁若无切实遵行即本册所记载律法的话，无敬畏上主恁的上帝，永远通敬畏的名，上主就会用恁想袂到的灾祸，就是大搁久长的灾难，严重搁长期的病，降落互恁甲恁的后代。恁嘛会互恁所惊埃及人的病，拢临到恁，甲恁填地，永远医袂好。连即本律法的册无记载的病甲灾祸，上主嘛会
互因临到恁，直到恁灭亡。恁以前虽然亲像天顶的星遐尼多，毋过恁无听趁上主恁的上帝的话，所以恁剩落来的人口大大减少。以前上主以爱好款待恁，互恁人口加添。毋过以后上主以爱甲恁毁坏，甲恁消灭，恁嘛会对入去圣洁的地受废出。上主会互恁四散伫万国中，对地的即边到地的迄边，恁会伫遐服侍别个神明，是用柴用石雕刻。恁甲恁的列祖毋捌的神明，伫遐个国，恁袂当有安定的生活，无定居的所在。上主嘛要互恁伫遐心神不安，目神无清彩，精神衰败，恁的性命无安全，暝日提心吊胆，性命难保。恁会因为心内的惊吓，甲目睭看到的，早起时要讲，天哪犹未暗；暗时要讲，天哪犹未光。上主会互恁坐船倒去埃及，行迄条我捌吩咐恁毋通搁倒去的路。伫遐恁会卖家己，互对你做奴仆女婢，毋过无人要买。心甘情愿，尽管上帝伫各方面赐福互人，人却往往袂当切实遵守伊的诫命。拄亲像《申命记》28章47节点出的问题：恁无伫逐项富裕的时，甘心乐意服侍上主，恁的上帝。无甘心乐意，说明以色列人的心无归向上帝。就算外在遵守律法，内心却勉强和无甘愿。心甘情愿侍奉甲切实遵守诫命，互相称做皮甲肉，相辅相成。心甘情愿是切实遵守的最高境界，和上深层动机，免用外力胁迫，也是催促。心甘情愿，显实际拢是对心内开始。圣经中的心，毋单单是指情感，搁也是指思想、意志、动机和良知，是人上深层的本质。对心内开始的愿意，会带来生命转化。心甘情愿会大大减少内耗，互遵守诚侪搁较自然、搁较顺畅的过程。心甘情愿是内在心思甲行为一致，毋单单是带来内在的满足感、平安和喜乐，搁较会当互人远离假冒伪善。心甘情愿互人发自内心去理解和遵行，愿意投入搁较侪的精力，希望做搁较彻底和完善。这互遵行诫命，毋单单是行为上的实践，搁较是心意上的认同，是出自对上帝的敬畏。心甘情愿会深入塑造咱的内在品格，互诫命规条内化，成做咱生命的一部分，毋是成做外在的束缚。心甘情愿，互咱的性命对他律进入自律。心甘情愿的自律，会建造坚固生命的基础和内在动力，会当雕塑生命的韧性。回想济宣教师的生命见证，
因服侍的起点拢是心甘情愿。正宣教师若毋心甘情愿，必定无法度承担宣教过程中的压力、环境的困难、甲死亡的威胁。相款的，成熟的信徒也是伫心甘情愿中接受各方面的操练，完成上帝所托付的使命。我想起徐超斌医师的生命见证，伊是台东留落咱部落的排湾族子弟，自细汉看见家乡医疗资源极度缺乏，真侪族人破病无法度及时得到医治，甚至因为延误就医失去性命。这份对故乡苦难的毋甘甲怜悯，加做徐超斌立志学医和推动偏乡医疗的强大动力，予伊心甘情愿承担过程中的所有重担。拄好是安尼的心甘情愿，予徐超斌伫2007年因为过劳导致脑中风，正面半身瘫痪，语言能力受损。伫身躯安尼受限制和脆弱下面，徐超斌依然凭着坚韧的意志做复健，对完全无法度动弹，到会当重新行路讲话，甚至继续看诊。这份对心甘情愿启动的韧性，予徐超斌医师用坚定意志回应上帝神圣使命的呼召。咱若心甘情愿，也会予家己的生命璀璨开花搁结果。默想，就我目前的服侍中，有倒一寡有缘依赖外在的规范，也是别人的督促，毋是由我内在的心甘情愿所驱动的。就我目前的服侍中，有倒一寡有缘依赖外在的规范，也是别人的督促，毋是由我内在的心甘情愿所驱动的。咱来祈祷，统管万有的上帝，你牵着我心甘情愿侍奉，求你帮助我一生大方挥洒我的心甘情愿，因为我知影你是袂互我见笑的上帝。愿我更较深听你，奉最后所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